長方形嘅客飯廳完全冇走廊位，廚房呈緊柱嘅設計，有埋裝修，新淨企理。單位再向東北，遠眺銀線灣嘅海景，仲可以望到將軍澳運動場景，有山有海，開揚嘅市景。呢間小睡房呈四方形嘅間隔，大約有53尺嘅面積。主人房呈長方形嘅開積，大約有107尺嘅面積。右邊呢個凹位預留咗一個衣櫃嘅位置。廳房同向嘅景觀，仲可以望到碧藍嘅天空。浴室係名廁，保留原有浴缸嘅設計，乾淨企理。如果大家對呢個單位有興趣嘅話，可以 WhatsApp 或者打電話俾我啦。我哋喺店再見，拜拜。咪走住，我哋望埋個天台先。167尺嘅天台，可以打造返自己私隱嘅地方。